参见公主。免礼了。参见公主。凌轩，我们先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冷哥哥，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要走就来找你们了，你们都不带我，都走了，幸好我及时赶到，要不你们都跑了。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哎，公主，我们现在是去办案，不是去玩，路上非常危险，你不要跟着来啦。我知道你们去办案啊，你看我给你们带了多少人，帮你们一块儿打坏蛋，好不好？公主，你不要胡闹了。我们此行是要去办大案。这位将军，麻烦你把公主带回去。冷哥哥，人家给你带了那么多人支援你，你怎么那么不领情啊？公主，我们是去办案，并不是出游。你带了这么多宫女和侍卫一起出来，既耽误了行程，又惹敌注意，你叫我们如何办？我就要去。出发！哎，等，王统领，你先回宫。你快回宫，不然本公主禀告父皇，把你头砍了。是。魁星，你跟王统领一块儿回宫。公主，我不走。公主从小到大都是用奴婢服侍惯了，我走了，谁来照顾公主呢？你快回去吧，不然他们不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去。那公主小心一点。哎，赶紧的走啊！冷哥哥，我让侍卫和宫女一块儿回去了，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找玉玺，我要替父皇分忧。你要是再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的话，哼！嘿嘿嘿嘿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公主，路上非常危险，不要胡闹好不好？我有冷哥哥保护我，才不麻烦你呢。姐姐，姐姐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闭嘴！要回你们自己回去。你要注意自己身体啊。我身体没什么不好的，只不过是最近案子太多了，你们不必担心。还有，这点小事，不必告诉冷大哥。走吧。公主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这一路上不许再拿出金牌来发号施令了。好的。上马吧。我没骑过马。啊？这楚林墨跟着我们可真是麻烦，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吧。林墨，上我的马吧。好吧，这一路你就跟着姬统领，让他来照顾你。我不，我才不要跟他一块儿呢！我要做你的马，你抱我上去。恕难从命。四大名不听令，本公主命令你们不得离开京城，保护本公主的安危，不得有误。备马！我认识公主10几年了，都没有抱过她。我也想跟她一起骑马。出发！这。不跟着大部队就是好，跟你在一块儿可逍遥快活了。如果公主喜欢，我追命，每天都可以陪你逍遥快活。真的吗？你对我真好。喂，发什么呆啊？走，撤。这。
他睡觉的样子还真是好看。我怎么会有这种怪怪的感觉？就因为我的丫鬟和我最好的兄弟共骑一匹马。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感觉的？他们只是骑马而已，不要乱想。撤！鱼，随从保护王妃。家将跟我进来。是。奇怪，这么安静，怎么是座空殿？茶水上有余温，人大概走了不到半个时辰。大家注意，不要用他们的东西，用我们自己带的锅灶做饭。还有，井水、泉水都要用银器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下毒。四处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异常。是。把王妃抬进来。是。花的味道真香，这味道是3月的杏花。可这院子里并没有杏树，哪来的杏花香？哎，怎么味道又变了？气味藏毒，雕虫小技。统领，我们发现掌柜的和几个客人被下毒，晕倒在院子里。看来是有人提前到了，迷倒了这里的人，设下埋伏，要突袭我们。大家小心。统领，刚才我们起灶做饭，突然有几个人晕倒了，好像是中毒。是不是闻到了花香？是饭味儿。怎么又是饭味儿？报告，我们在喂马，有人闻到了马粪味和松木味，这些人同样晕倒了。这花香、饭味、马粪味、松木味里都有毒，看来这用毒的人高深莫测。王妃，王妃！在下想向奴奴姑娘借点东西。借东西用得着下毒吗？我这千香百味毒，无人能解。既然知道我下毒就好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我给你解药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安世耿果然周密。你说的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杀光所有人，一定能找得到那东西在哪里。温如玉，王爷救了你的儿子，你难道要恩将仇报吗？安世耿把我们当什么？当他身边的一条狗而已。一条狗一开始是怕人的，可把狗逼急了，就会反咬一口。可你别忘了，失魂丹发作是什么滋味？不要用失魂丹来吓唬我。我们岭南温家制毒解毒无数，区区失魂丹难不倒。师傅，不用跟他废话了，就让徒儿直接把这小妞给拿下。把屋里所有的人全部杀掉，一个不留。倔小妞儿，我劝你还是归顺我五毒灵教。如果你成为我的人，我师父一定不会杀你的。呸！淫邪之徒，污言秽语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四大名捕正在赶往此地。四大名捕要来了，岂不是铁手也要来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赶来。武成、一，把龙劈开。是。哼！你想劈开紫金龙，用多少力，紫金龙就会还你多少力。岂有此理！奴奴，你听好了，你们中的毒，乃是毒中之霸，一旦中毒，
7天之内必会骨头酥烂，全身流血，最后疯癫而死。你想要安王妃活命的话，就拿到这个东西来交换解药。走。是。于统领，我们可能中了温如玉的声东击西之计了。你看他走了这么远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往南是天宁堡，天宁堡再过100里是温如玉的老巢铁壁山一带。推算路程，王妃和奴奴已经到天宁镇。莫非温如玉去找王妃了？马上往天宁镇出发！温如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为什么要背叛王爷？滚出来！完了，肯定是王爷给的续命丹，时间快要到了。温如玉，王爷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快说那东西的下落，我饶你不死。什么这东西那东西的，我不知道，你就明说是什么吧。看来你果然不知道，我还以为安世耿有多么信任你。不跟你废话。玉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温如玉，这些人是安王府的人，温如玉为什么要攻击他们？他们都中毒了。你们留下来保护公主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如烟，如烟，真的是你，如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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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吴群，这是紫金铁笼。紫金铁笼，紫金铁笼以金刚铸造，要打开这个笼子，不管是用刀还是用掌，只要是内力，都会被它反弹回来。为什么如烟会在里面？我不管。一，你这个毒女，把解药交出来！依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还记得我林依依呀？我以为你回老家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在这里应该跟你没有关系吧？你不会因爱不成反生恨，想毒死他吧？我就算毒死他，你也管不了。别管他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把解药给我。停手！小心！这只是一只小蜘蛛，是用来解蝎子毒的。依依，你怎么学会用毒了？还有，这紫金笼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笼子当然是用来装鸟的喽。安王府的人一直在护送这个破笼子，
因为这个笼子里面装着金丝雀安王妃。什么安王妃？如烟就是如烟，怎么会是安王妃？她是安世耿的王妃。如烟是安世耿的王妃。我说实话吧，我师父温如玉一直跟着安王妃，但是安王妃一直有高手护送。后来他们双方打了起来，听到你们四大名捕要来，他们就逃跑了。我问你，温如玉为什么要跟着安王妃？我不知道。快把解药拿出来，我要救如烟。我没有解药。你跟他是一路人，怎么会没有解药？安王妃中的是奇毒，我师父从来密不示人，他只告诉过我，中毒之人会全身溃烂，流血而死。你们也知道我入门没多久，他怎么可能会给我解药？如烟，我一定会找到温如玉，我一定要救你。失魂丹又起作用了。主人之前和我约好，在5里外的竹凉亭等我，我得赶过去。参见王爷。拿着。谢王爷。本王吩咐你做的事情，进展如何？回王爷，温如玉叛变了。什么？我们中了温如玉的埋伏。他不是回五毒灵教了吗？没有，他在撒谎。王妃劳累，我们歇脚在天宁客栈。温如玉巧用奇毒迷晕了士兵，所幸我发觉得早，没有中毒。可是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一人不敌，只好赶过来回禀王爷。知道他为什么要背叛我吗？他只是说他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他不肯说，只是一直在寻找。他有接近紫金龙吗？有。有打开它吗？没有，幸好有紫金龙，才没有伤及王妃。紫金龙安全就好。可是王爷，王妃中毒了，而且4大名捕现在接管了紫金龙。我知道了。难道4大名捕顺藤摸瓜，查到了温如玉帮忙盗窃了玉玺？如烟在4大名捕的手里，要比在温如玉的手里强得多。紫金龙乃是天外玄铁所做，就算是铁手那削铁如泥的无金手，也劈不开。武清公子，他肯定是被封住了穴道。这天下没我无情解不开的穴道，我再试试。你冷静一点，别再徒劳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想办法打开这个紫金龙啊！我想得到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但始终打不开。不会的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对吗？别再试了，你看安王妃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么做根本就是没用的。李母，你根本不懂得爱人失而复得的感觉。我本以为如烟死了，这辈子都不能再与她相见，而她却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？我不可能再放手了。但是你看清楚啊，现在坐在你面前的是安王妃，不是如烟姑娘。她是不是王妃不重要，我只知道她始终是我的如烟。但是你的如烟姑娘已经不在了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单独和如烟待一会儿。哎呦，不好了，新娘子出事儿了，快来人呐！
无情对如烟用情至深，但如烟明明已经死了。如烟，你告诉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各位捕快大人，这几位呢中的是世间奇毒，老夫行医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，实在是对不起，实在是爱莫能助啊。大夫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看他一副郎中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治得了五毒教的奇毒？解不了也要解，我冷哥哥让你解，你就得解，不然本苦主让你人头落地。各位大人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哎，你别这样为难他了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算了，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。我现在问你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试的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把这些人害得这么惨，难道心里一点都不愧疚吗？下毒的人又不是我。喂，就算不是你下毒，但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你们3个大男人对一个弱女子要解药，你们这样是不是男子汉啊？你要是再不说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冷血，依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说不说？他们种的是千香百味，毒是藏在5种气味里。他们制毒的药材有骨干腰、毒图腾、鹤顶红、金月风，还有紫凋零。对，我们要的不是毒药，是解药。你说的这些对救他们有什么用？我已经把我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。慢着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虽然依依姑娘刚刚说的全都是毒药，但是一物克一物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找到这5种草药，针对这5种毒药，就可以制成解药。你能不能快点啊？怎么快？你以为我能飞啊？救命贵在时间，你还磨磨蹭蹭的，分明就是不思悔改嘛！什么叫不思悔改？投身五毒教，危害善良，还能说自己没有错？五毒教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之前你嫌我一无是处，我进入五毒教就是为了学到一技之长。现在好了，你开始嫌弃我了。没关系，反正现在谁我也不怕了。误入歧途？什么误入歧途？不管是误入歧途还是不思悔改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以前的林依依不一样了。总之，你就得听我的。要不是为了救那些中毒的人，谁愿意理你？反正你听我的就对了。跟我走。终于甩开那些讨厌的人了，一群人里面没有一个看得顺眼的，我就想和你单独相处。哎，冷哥哥，你别走那么快嘛，这风景那么好，咱们可以慢慢走。公主，我们是出来采药的。边采药边欣赏风景吗？那好，你呢，在这里慢慢欣赏，啊。哎呀！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好美的花啊！我要你给我摘一朵。
你不摘我不走。我要你给我戴上。你不戴我不走。好了吧？嗯。起来，在这里等我。啊，你去哪儿？我刚水喝多了，我去发泄一下。冷血找我，你们两个小心一点。嗯。冷血，你找我。哎，紫罗公主呢？她在山下的树林里面。你撇下她一个人？她在我身边干扰我，我根本就没法采药。现在客栈的人危在旦夕，救人要紧。所以呢，你来照顾她。好。哎，这边。好，我保证。公主，紫罗公主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冷哥哥呢？哦，冷哥哥在那边采药，追命哥哥来陪你。哇！这些话有没有得罪你？你干嘛这么生气啊？这花没有得罪我，把花插在我头上的人得罪我了。本来本公主一番好意，想跟着冷哥哥上山了，谁知道他又把我给甩了。公主啊，我们上山来是采药，不是游山玩水，还有客栈的人等着我们去救呢。那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紫罗，你身为公主，应该爱民如子，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？他们就是一介蚁民，死一个活一个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蚁民也有生命啊，生命是不分贵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父皇和那些蚁民都是一样的了。歪理。就是，我告诉你，这人一生下来自有命数，死一个活一个，我才不管那么多呢。我就想跟我冷哥哥在一起。我对你好失望，你的心里就只有冷哥哥，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。还有，难怪你冷哥哥说跟你一起无法办正经事。冷哥哥真的这么跟你说的？哎，他都说什么了？都说什么了？你跟我说啊！哎呀，跟我说。如烟，该吃饭了。有你最爱吃的红萝卜，来。如烟，睁开嘴啊！
天不吃不喝的，这怎么行？如烟，你好歹回应我一下，把这笼子打开，把这口饭给吃了，不然你的身子真不行。如烟，好吗？如烟。 如烟，不管你说不说话，我会一直守着你。我们真的很幸运，把要找的药全都找齐了。现在5种药都已经找齐全了。希望大家喝了能够解身上的毒。季统领，你辛苦了，这里交给我吧。 你赶紧去休息，刚才你还流鼻血了呢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哪能休息呢？季统领，你总是这样，凡事亲力亲为的。不过这里交给我真的没问题，我现在可不像刚进神侯府那样笨手笨脚的了。那时候啊，我老是得罪春萍姐，冷公子脾气可坏了，对我特别凶。不过真没想到，这么冷酷无情的人，对那些中毒的人倒挺关心的啊。 林墨，我有件事情想要和你谈谈。有什么事，季统领尽管说。你没来之前，我和冷大哥是神侯府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大家都很羡慕我们。你来了之后，冷大哥就变了。季统领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冷公子他对我尽是责骂，从我进神侯府到现在啊，从来没有一句好话。 冷大哥对每个人都无动于衷，不屑一顾。他能骂你，那说明你在他心中很重要。我坦白告诉你吧，其实这些年来，我唯一爱的人就是冷大哥。从我进神侯府。 认识冷大哥的那天开始，我就爱上了他。我们俩一起办案，一起吃饭，一起上街，一起喝酒。无论做什么，无论案件有多困难，我都陪在他身边，形影不离。所有的人都认为，我们俩是最完美的一对。我早就认定。 冷大哥就是我的丈夫。如果不能跟冷大哥在一起，我决定终身不嫁。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呢？苦苦经营了5年的感情，突然出现危机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季统领对冷公子一往情深，真令我佩服。但是。 季统领，我想你真的误会了。我跟冷公子相比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他不会喜欢我的，真的。他老是骂我，因为我笨手笨脚，连丫鬟都做不好。你也知道，我刚进神侯府的时候闯了不少祸。冷公子怎么会喜欢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小丫鬟呢？我已对你坦诚，希望你真心为我考虑。 一段5年的感情，我干扰他们，岂不是不仁不义？希望他们吃了药可以好起来。要是他们都好了，我就可以洗脱罪名了。冷哥哥，好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呢。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山上，你也不怕我被坏人拐跑了，让老虎吃了？公主啊。 你没看见大家都在忙吗？这里又不是深山，哪来的老虎？醒了，醒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看来这药起了效果。
那我就清白了吧。你们俩去看看他们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吃了药，不但没好，还开始呕吐腹泻。看来这个药是不能再喝了。是药不对症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存心害他们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。你真的没有骗我们？我没有骗你们，我发誓，如果我骗你们，我立刻被毒蛇猛兽咬死。依依说的应该是真的，她当时给我们说的是解药，是我们自己把它们混在一起煮了，没想到造成了反效果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怎么样可以救他们？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上山去五毒灵教，找我师父温如玉。温如玉，他不可能会救他们。那我们就去偷。撤！前面就是铁壁山山脚了，进五毒教总坛，你害怕吗？既然都背叛师门了，那就背叛到底呗。我记得师父曾经教过我，要黑就黑得彻底。如果我不听他的话，那不就是对不起他老人家喽？再说，我也不是心甘情愿当他徒弟的，是他把我抓了，然后逼我当他徒弟。如果不听他的话，他就打我，还拿毒蝎吓唬我。依依，真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一定好好保护你。真的？我铁手，从来不说假话。我相信你从不说假话，但是铁壁山它是个毒山，去了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。撤！师傅，师傅，四大名捕他们朝铁壁山这边过来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今日便是四大名捕的死期。哎，师傅，这四大名捕当中，我还看到依依正在跟铁手在一起。林依依这个叛徒，果然将师傅出卖。铁壁山这里地处偏僻，一定是林依依把山内的详情告诉了四大名捕。可他定料不到，这样做反而将四大名捕的死期提前。师傅果然是料事如神呐！当时我还纳闷呢，这师傅为什么不让我带走依依呢？原来师傅有此一招，徒儿佩服，佩服。哼，那小贱人还以为我不知道，他是故意挨了奴奴一计。他一听到四大名捕赶来，便心神不宁，定是想见铁手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们已在四地布下天罗地网，任他们四大名捕三头六臂，也难逃此劫。你们呢，别大意。这四个混小子手底下很硬，否则安世耿也不会对他们如此忌惮。不邪，记住，智取方为上策，不要硬拼。是师傅，不邪早就定下良策，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很好，先将四大名捕收拾干净，再去天宁客栈夺宝。要么不来，一来就来三个，你们想怎么死？一起跳悬崖，还是一个一个死？把安王妃的解药交出来。四大名捕什么时候当安世耿的狗了？胡说！我们是为了救安王妃，把解药交出来。我倒要看看，四大名捕之首冷血的剑有多厉害。